一直以嚟，加拿大都係香港人退休嘅熱門地方，所以好多人都想知道當地稅制對自己有咩影響，例如各種資產交稅有咩唔同。以下係一啲常見嘅問題，我哋可以簡單講解下。加拿大對個人納稅人實行累進稅制，即係收入越多，交稅就越多。加拿大政府制定聯邦入息稅率，各省同地區亦都制定當地嘅入息稅率，而個人就要同時繳交聯邦同各省嘅綜合稅率。其中，加拿大聯邦入息稅嘅稅階係冇基本嘅免稅額嘅，稅率最少要15%，最高去到33%。加拿大入息稅佔咗收入一大部分，所以香港人移居之前最好預先規劃資產，就唔怕失預算啦。人壽保險係財富規劃方案之一，不過無論喺加拿大抑或外國簽發嘅人壽保單，如果提取款項或者退保現金價值，都可能係要交稅嘅。評稅結果視乎唔同因素而定啦。一般嚟講，如果所得嘅金額超出保單調整後成本基數，即係已繳總保費減去有關保險嘅費用呢，咁超出嘅金額就係應課稅嘅金額，需要交稅嘅。喺加拿大持有豁免繳稅人壽保單，可以免稅享有保單現金價值嘅增長，但係提取任何款項都可能需要交稅嘅。至於點去釐定保單係唔係豁免繳稅，保單持有人應該每年委託合資格加拿大精算師做專業嘅測試，通過咗之後先可以維持豁免資格。豁免繳稅保單可以累積現金價值同埋延後繳稅。喺保單有效期間，價值增長同投資收益唔需要納稅，保留更多資本累積財富。有啲移居加拿大嘅客戶用人壽保險作為傳承工具，好處之一係喺任何地區簽發嘅人壽保單，包括香港保單，身故賠償都係免稅嘅。當受保人不幸離世，受益人可以直接攞到全數保單嘅價值，唔使俾稅，同埋遺產承辦費用。具體情況因人而異，我哋舉2個案例嚟解釋下。第一個係何先生嘅個案，佢同太太移居加拿大之前，喺香港投保咗萬用壽險計劃。佢選擇每年去繳交保費，同時指定何太為保單嘅受益人。有一點要留意返，如果加拿大納稅人持有特定嘅海外資產，總成本超過10萬加元，就要每年調交特定嘅報稅表。換言之，就算保單成本只有5萬加元，如果個人擁有其他資產成本係超過5萬加元嘅話呢，令資產總成本超過10萬加元，咁亦都需要每年填交特定嘅報稅表。3年嚟，何生嘅保單價值由3萬加元累積到33000加元。由於呢份係豁免繳稅嘅保單，亦冇喺保單提取款項，所以保單價值嘅增長係唔需要交稅嘅。第二個個案，假設何生不幸過身，何太繼承咗何生生前持有嘅香港物業，同喺香港簽發嘅豁免繳稅人壽保單。根據加拿大稅務條例，納稅人身故之後，名下一般嘅資產立即視為已經賣出，而所有收益都係要交稅嘅。不過，呢份豁免繳稅人壽保單就視為未賣出。何太喺指定嘅受益人可以免稅收取全部嘅身故賠償金額，令家人有更多嘅保障。除咗加拿大之外，我哋仲有英國同大灣區稅務特輯。如果想知多啲，記得睇返為海外生活做好準備啦。